欢迎收看《狗狗共学吧》，我是明华。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戏院戏烟，不过可以看到这间戏烟很不一样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海报通通都是手绘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呢？带大家去了解喽。亚典戏烟某汹涌，因为他们的海报懂想你。看一看每部电影的海报都是手绘风格，用涂料一笔一画临摹，相当费功夫。手绘电影海报的师傅严正发已经入行40几年。他说，手绘海报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传统技艺。那像你们在画这个，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？它特征很重要。它如果一特征看不清、看不准，那就不像了。速发天样绘波懂响应。不过现在科技发达，大图输出方便又快速，戏烟渐渐使用彩印剧照取代这种传统的技艺。不过还是有戏烟坚持用这种方法行销，因为这样才能够保留漏戏烟给米西。手绘海报、手绘看板的部分跟我们一般大图输出最大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它透过师傅的巧手绘制出来的部分是更有温度的表现。手绘电影海报的戏院真的很有特色，而刚刚吴大哥也提到，这让戏院特别有温度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戏院戏烟，我们也特别请到吴大哥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戏烟。吸烟，吸烟，吸烟，学起来了吗？要多念几遍哦。严正发师傅工作的地点就像是观光景点，每天都有民众来朝圣。而为了传承，严师傅还开班授课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爱上这项老技艺，这样手绘电影海报的文发才不会随着时间而流失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讲到这个手绘的电影海报啊，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少看到了。你要到乡下地方呢，才能够感受到哇，来到戏院的时候，看到他们手绘的海报，真的非常逼真的在眼前。好啦，我们也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戏院，戏烟，戏烟。第二个词呢，来看到就是吸引人，响应，响应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手绘电影海报很吸引人，速发天样绘报懂响应，速发天样绘报懂响应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喽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